好，谢谢婉玉姐哈，我很认真听哈，所以好在我都有开始慢慢去落实哈，我们需要做的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哈。那其实听起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只要是植物性的，对我们的身体全面性，真的都是会有各个器官的一个提高了哈，各个器官机能的提高。那刚好我也想要，我简单大概讲一下就好了哈。就是哈，我最近一直哈觉得哈那个肝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哈这个真的是我们必须去能够落实跟执行的。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哈，就会觉得说哈，因为肝哈它可以你切除，好，你只剩下25%的肝，好，你还会长回你原来肝的一个大小。那肝这件事情哈，我们最容易忽略，因为最不容易发现它的问题，然后发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可以撑得比较久一点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跟忽略哈，那真的不是哈，我们的一般人会能够察觉得到说，哦，原来我们要很注重这个东西哈。那因为肝脏其实是人体最大的那个营养的中心，更是一个最大的热色的处理厂。你看它是，你今天所有的食物进来，好，营养它必须要分解，需要合成，毒素需要分解。所以今天营养有些东西你进来，你没有透过肝的一个化学工厂的一个这样包括分解合成，其实他们都会运用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运作。即使你营养没办法吸收，然后毒素无法代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毒素给稀释。稀释就是当两个分子把它分开之后，这一个毒性它就降低，甚至是没有的。那这个部分是全部靠肝在处理哦，所以肝脏它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器官，也必须要去处理最多事物的器官，但是它却是一个很脆弱的器官。为什么？因为它很容易你吃太多，造成它的一个负担，然后你吃不对你喝不对，然后你睡不对，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那个你的一个运动，包括运动的部分，也会造成肝的一个受损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让你的肝的功能的毒素转换变成溶于水，然后营养的一个那个什么合成，让你身体可以吸收。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得很好的那今天如果你要维护你的肝，维护你的肝脏的一个运作协调，其实除了维护到你的肝之外，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在这里真的一定要大力的。一定要好好落实推广，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落实推广。你们在下市场当中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请你们的伙伴，在吃食物，就是你3餐的食物之前，你一定要先吃一包纤维，你一定要吃一包纤维，不管你只有吃蔬菜还是怎样，我告诉你，吃一包纤维，在你的，因为我们早餐几乎成年人几乎都会怎样，把产品当做早餐，所以你今天进来的第一餐其实是低油脂，然后低热量，然后高蛋白，然后多蔬菜的一个方式在饮食，所以你只要记得反正你早上起来第一餐早上起来第一餐不要任何的油脂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肠道已经休息了6到8个小时，你不要给它第一个东西就是全部都是热量的一个摄取，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我告诉你，真的不会活得很好，而且什么的问题，就是小问题就会一开始累积就变成大问题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在有为讲到无烂然后呢讲到无来气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讲，因为很多的小关键，其实
在第一个早上起来那第一餐，你的饮食的内容，你的食物的内容要对，然后呢，其他的2餐，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太多说，你一定要跟我吃干那，假如全部用3餐以产品为主，这个他们会觉得说，这是安那，你这有你做的较有啦，那老主任，现在你想讲无你做，这些人嘛也不用啊，然后一定我敢讲，就是一定我有你做才会使嘛。可是我告诉你，你们要如何让他很清楚知道，就是说，你今天因为这是要保护你的肝，然后甚至是要杜绝很多的一个疾病的累积。那3餐之前你吃纤维，尤其在午餐跟晚餐，好，你一定要吃1包纤维。我告诉你，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负担，你的皮肤，你的毒素，你皮肤会亮，你的毒素会降低，你的毒素可以代谢的出来，你的肠胃道，你的微生物菌虫，你会开始再造跟重生。我告诉你，纤维这一包，你看赵博士都自己在讲，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我这2-3年来都一直在讲纤维啊，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因为这个东西纤维在饭前不只对你的血糖有帮助之外，对你的肝脏的部分的一个运作更有帮助，因为它可以先阻隔掉那些垃圾油，你知道，然后垃圾的遐物件重金属那些的毒素那些的农药，这些东西可以借由小小的1包的纤维就可以达到了。那你不要问我说，那外面的洋车前子也有在卖，你知道陈燕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安全性。我告诉你，就是外面的洋车前子，你们应该有听过麦片，麦片也很好嘛，对不对？我们的那个燕麦有没有？包括我们的优丁丁里面有燕麦，他们就讲说，你这物件你卖到1900多，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这样价格会不会比较高？我告诉你们，燕麦也有农药，也有吃死人。你以为所有的东西，只要你听到燕麦，它就是等于相同的东西吗？它叫假讲，你了解吗？如果没有那个价值，哪来那个价格？那今天你光农药，还有你取得的来源，我告诉你，它已经是你是要去杜绝什么？杜绝毒素的一个累积，而不是再继续累积毒素。这个问题是差很大的。那你长期吃下来，到底你是像那些重金属农药，你是会失智的，你知道吗？那这些的东西你要让它变成是你的助力还是阻力？这个东西只能你要告诉对方你的制造过程跟检验的这些的一个内容，因为确实纤维他们的农药的一个部分，就是像洋车前子，他们农药的一个残留量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要把它这些的东西取得的来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制造过程跟检验的一个部分，安全性的部分才是我们长期在滋养我们身体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不要再加重它的负担的一个过程里面而不是两两相杀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一定第一个重点就是早上第一餐绝对是要怎样？高蛋白、高蔬果，然后高纤维的东西，你千万不要有那些高碳水化合物，有时你吃的汉堡啊、米啊、肉粽，这嘛我以前我就爱吃然后呢，我就知道想爱吃玉米浓汤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你的身体的机制。吃得到口感，吃得到味道，但是吃不到你的人生健康，这个是差很大的一个结果。然后午餐跟第二个重点就是你的午餐跟你的晚餐，你必须要在饭前加1包纤维。你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试，你每一餐都给它加纤维，你不用加多少，你加1个礼拜就好了。就午餐之前跟晚餐之前，你加纤维。你去看你身体的一个感受度跟你的体态的改变，它不止不会复胖它在你小玉生活之后继续瘦给你看，厉害吧？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毒素代谢当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除了可以毒素代谢之外，也可以阻隔你的这些的一个毒物的一个吸收，包括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这些东西。那它不会阻隔你的营养素的吸收，这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再来第3个东西，你就是要
好好处理你的肝的部分，肝可以再生，肝切除剩那个什么1/4，它也可以长回原状，但是前提是你的肝是要健康的。好，你为什么人家在捐肝的时候，你的脂肪肝是不能捐的？你有肝病毒更不用讲。所以如果你不想捐肝，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你就会被排除你的那个几等亲之外。好，几等亲之内是可以捐的，但是基本上来讲，很至亲的人，你只要脂肪肝这些东西，你就不用捐了。然后是捐肝也是很受损的哈，但是基本上最好大家都是不要被捐以及捐肝的一个状况哈，这是最好的一个部分。所以你今天你看一个病毒，一个肝的病毒，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肝肿瘤、肝髓、肝腹髓，还有任何一个肝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是因为它真的是太重要，它是人体，我再讲一次营养中心跟最大的垃圾处理厂，所以你不把第一道的关卡，它是你今天嘴巴进来之后的最重要的第一道关卡，你要分解跟你要合成，你全部靠它，包括你分泌胆汁也全部都是靠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只要能够来听好了，我再重复一次，早餐的时候，以成验的产品为主，拜托各位一餐不用省真的骂菜老用做自己好物件，然后午餐跟晚餐一定要纤维，先一包纤维，你们试试看，午餐跟晚餐饭前先一包纤维，然后呢，你早餐的时候是以成业产品为主，早餐的时候也必须要，你不是早餐组，早餐 A 组，你就一定要是巧绿，一定是最基本的，一定是要这样子然后呢，你再来的部分，你好好去顾好你的怎样肝脏。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真的你可以活得自在，然后你可以让你的一个第一道的一个你的体内的第一道关卡，也是我们体内的最大的一个器官的一个什么肝脏，能够帮你发挥到最好的一个作用，然后让你的人生不只是彩色而已，你还会跳跃，你还会飞扬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少这样子的一支产品，尤其它里面有仙草跟紫橘子，台湾有太多的人全部都有脂肪肝你自己去验那你如何看到这种指数的一个下降其实肝的一个部分，如果你能够处理，就是把它滋养的很好当中的时候，其实它跟你的减肥，因为脂肪的一个在这个什么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总胆固醇这些东西，其实跟你的肝有绝对性的关系。那你今天只要摄取进来的纤维在前面，你可以阻隔很多你摄取都过来的过多的那些的热量，又造成我们的一个脂肪累积过多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人生怎么可能不会更好？你了解我意思吗？你肝能够分泌70%、80%的那个什么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因为它必须坏的胆固醇它也必须要分泌的。为什么？因为你细胞膜的制造你必须要靠它，毛发的一些生长你也需要靠它。但是好的胆固醇，你才有让你的心血管能够有弹性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但是你肝在处理这个区块当中的时候，因为你吃过多的一个油脂进来到你的身体的过程里面。吃过多的一个油脂进来到你的身体里面，其实你今天还是在氧化你的心血管，在累积这些毒素，甚至累积的一个内脏跟体脂，这些的问题其实也是成为你在两相就是你希望肝能够帮你运作的时候，可是你吃过多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会跟你讲，你的午餐跟晚餐之前，你一定要来一包纤维。一定来一包纤维，你怎么吃我告诉你，你真的不会胖。但是老实说，你吃那一包之后你再吃一些蔬菜进来老实说你已经饱了大概8分了我就说了人生当中只要每餐是6到7分饱就可以了6到7分饱，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看你光吃一包纤维，然后再吃一些蔬菜，一口口的米样，然后你要记得用餐的顺序你可以先温开水吃一些蔬菜，然后后续的摆后面，这样子的方式才会是最好的。
真的。所以我们要减低，因为我们人只会老化，只要你是有数空气跟啉水啊吼，只要数空气跟啉水，我保证你就是老化，一定就开始老化。你个搞起来，都卖讲卖点，你买老化，为什么？因为你是有在呼吸空气的哈，所以你居然会老化，你就一定要抗氧化的能力。那你要抗氧化之前，你还没吃到抗氧化的食物之前，麻烦你先保护好你的一个怎样排毒功能。你唯有先排毒功能，你先把它处理好。你今天在吃链镁也好，或吃精盐露也好，你在吃聚酐也好，这3支是非常抗氧化能力非常高的3支食物，更高啦。所有植物性全部都有抗氧化能力，但是这3支产品抗氧化能力越高，因为它是莓果类的东西，所以你今天在吃抗氧化能力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从8分提到9分啊。你以为你从5分要直接吃到9分，你直接抗氧化，就是把链镁吃一吃，或者精盐露吃一吃就好了吗？ No， 你要先排毒，你先要能够让你的身体能够进化的一个过程里面，你在加强你的时候，你才能够从8分提到9分。你千万不要从5分到8分的时候，你的毒素的代谢还没处理好之前，你就要跑到9分来，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了解我讲意思吧？所以你们今天那种精彩这一支产品，这个是一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支产品哦，真的很强的一支产品。所以你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能够运用，你好好去盯你的所有的伙伴，你知道吗？我每天都要讲一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照我的方式来做，你就配合我的方式来做，你考虑生活完之后，你今天再来的三餐的方式，照我的方式来做，你好好去观察你的身体的机制跟你的皮肤的状况。我告诉你，你一定可以逆转你的健康程度，甚至你可以逆转一些三高跟癌症的这些问题，因为你的身体不能发炎。那你纤维是在前面，你身体的发炎能够在阻隔这些热量、胆固醇、脂肪当中的时候，你已经去除掉一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大家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告诉你的所有的伙伴，你会发现他们老是怎样啊？我怎么了啊？我最近又怎么了啊？我听到有当时哈，我还没讲，我讲到就要无力气，你敢知影？所以哈，我买个谢谢你嘛哈，我今晚好重点拢讲了。因为我讲一下好吗？那个讲到肝的部分哈，因为我有一句话刚刚没有讲，我觉得我听了很难过啊，所以我要赶快讲，因为肝啊，它跟那个我们的内分泌那个排毒滞留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你看哦，它跟内分泌很有关系哦，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内分泌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它的那个毒素。肝也是可以解内分泌那个毒素的，所以精彩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一句。没错，我跟你讲，他做的东西太过于复杂，肝的做的一个工作真的很复杂，不是只有我讲的那些东西而已。有些的一个荷尔蒙机制，你的荷尔蒙机制有些东西你分泌过剩后。就是那些的一个，包括你吃进来的那些动物性的东西的那些激素，你怎么把它代谢出去？我告诉你，就是肝。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它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它就是你必须要先顾好你的肝脏这件事情。那肝脏就只有2种，就是纤维跟精彩。我跟你讲，这2支产品你好好，当然你如果是病毒肝的话，你已经有感染到病毒肝哈的话，你必须要就是像我昨天讲的，你的纽益特一定要加，因为它也会让你的肝细胞死亡跟硬化的一些问题。好，这个是无解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我们讲的是比较单纯的状况，如果你有感染到病毒的这个部分，它复杂性就会增加嘛，哈，所以其实在有很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内容，好，我们伙伴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呈现的一个产品是让我们可以怎样取得方便，然后使用方便、安全性方便的一个方式，让我可以就是好好的运用的过程里面，让我自己的身体机制能够更好一点。其实人活着最大的一个价值是。不是你只有健康，而是你透过你健康的身体可以服务众生。
你了解吗？那这个服务众生，它代表有很多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可以传讲营养免疫学，你可以传达爱与善良，然后你也可以做很多，你在团队里面你也可以做很多你可以贡献的事情，然后你在外面你可以用你这样的身体可以做就是让善良的人越来越多哈。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增加哈，这些东西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那哈，希望大家能够听下来哈然后做稿，然后哈有法都行动哈，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精彩这支产品还有纤维这两支的一个产品哈，真的是我很推行的，因为先这样子的基础，才有办法在晚上翻健康的部分，而不是在那边一直维持。好，运动的部分，刚才那个什么婉玉姐有讲到，刚才是不是婉玉姐还是谁？叶子老师，好，做运动的这个部分，我也是非常推广他的一个超慢跑的部分。那我开始也要慢慢执行哈。我刚才听婉玉姐在讲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动啊动啊动，这真的是蛮有趣的时间运用啊。OK，